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啤啤，今日整牛油果洋蔥炒蛋。我哋而家即刻開始。材料有牛油果1個、洋蔥1個、雞蛋4隻。洋蔥去衣，切半，再切片。打散4隻雞蛋，落少少鹽喺雞蛋嗰度。切開牛油果，用刀仔解開十字紋，再用隻匙羹剝出嚟一粒粒咁。放少少油喺個鑊度，放洋蔥，用中火。冚蓋20秒，然後翻炒，再冚一冚蓋，等洋蔥略為煮腍。洋蔥煮腍之後，就加入雞蛋，再放牛油果喺面，放少少鹽嚟到調味。我加咗啲胡椒粉添，將雞蛋推去中間，基本上雞蛋熟就做好㗎喇。平時牛油果切開就食得，而家用嚟炒蛋都係撈兩撈就可以啦。希望你哋都會鍾意呢味牛油果洋蔥炒蛋。呢個餸用嚟配飯或者用嚟夾麵包都好好味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唔同嘅家常菜食譜，未諗到想食咩好，煮咩好，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訂閱，撳鐘仔。如果可以嘅話，請幫忙分享我哋嘅頻道出去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